所以咱来看中华职棒的消息，乐天桃园队昨昏举行记者会，宣布会有高层的人事异动，会由日本东北乐天金州社长新井诚之暂时代理执行长，要来强化管理甲营运。因若针对外界关注因敢会转卖球团的问题，因伫咧记者会直接回应，无要转卖。まず売却に関しましては、我々楽天モンキーズは楽天グループの中でも極めて重要な位置づけ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、売却に関しまして今全く考えてございます。乐天桃园的集团高层二是开记者会，亲自采讲球队无要赔，强调这是球队的高层做人事调整。今年5月初二才上任的第4任乐天桃园的领队木野信辉，只个人做206天，将做上底面的领队。这么是东北乐天金州队社长松井诚之将代球团 CEO。これを早急に改善するべく、今回この不備に対しての責任もありまして、CEO である牧野氏にご退任いただきました。将代乐天桃园执行长的松井诚之讲，自明年春运开始进前，会彻底改善球队大甲只的问题，加找一寡餐饮业者，也会确保餐厅的卫生环境。怎么找3栋宿舍？会听选手的意见了，才个做决定。因若新任总教练的人选，伊讲球团已经加几位候选者面谈，有日本籍也有台湾籍的教练，确定了才会对外公布。今天的我会超越你想象的极限，今天的我会证明我能征服世界。12强棒球赛摕冠军的影片，佮搭配电影的旋律，台湾棒球纪录片电影冠军之路主题曲，今仔日的我 MV 正式公布。纪录片用9个月时间，伫台湾、日本、美国3个所在访谈70位受访者，经历超过300点钟的影片。其实从今年的资格赛，就是 WBC 的资格赛，我们就已经有在球队在集训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拍摄。那因为唯一重复的球员就是只有陈杰宪，然后还有整个教练团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去捕捉一些可能当初去年11月的时候一些没有被拍摄到的画面。高规格翕国家队纪录片，冠军之路正式的海报也伫记者会展示。台湾队长陈吉贤讲出红让赛场时阵，伫现场比一个大刮雨的手势，进前发的预告片，伫咧国片台观看次数已经超过50万遍。电影组的集资计划，才6天就超过25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